今日分享清富苑1到2人單位裝修，一起跟住鏡頭睇一下家私安裝現場吧。最上型家私靚仔，全部安裝中。門口有個圓弧嘅獅子櫃，上邊儲物櫃。咁呢個位置係擺雪櫃啦。呢邊呢有個食物櫃。之後房呢度呢有圓弧嘅書台，一級上去。呢度出邊嘅景，牆頭有個中央位，上邊係一個衣櫃。之後呢度係全樓嘅，安裝緊。呢個係廚房，廚房係鑽石型嘅。洗衣機、星盆，轉頭呢度再開翻個位。其實呢度裝咗係一邊啦，插呢啲紅綠色嘅鑽石爐，旁邊係鋁天花。咁呢個廚廁係爆咗嘅，全爆嘅。去到拖鈴都係全爆。咁拖嚟呢度咧就做咗個 PD 門嘅，有個緊位。之後去到浴室嘅地櫃，力康嘅，上邊台上盤戰欄鏡櫃。之後去到呢一度有個浴屏，全部做翻嗰個瓷磚到頂啦，鋁天花。